的确不如你们年轻人了。上次的事情，要不是你坚持啊，可能奶奶就要办错事儿了，还真是多亏你了。奶奶，我知道您是为我好，但是啊，您对启曦不了解。哦，这么说，你了解她？嗯，您看她平时傻乎乎的，其实她心肠确实挺好的，没那么多花花肠子。好啊，只要你们俩好好的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您放心吧，我们一定会好好的。西城啊，我看这次20周年的周年庆，你就把锦溪带去吧，人家嫁给你这么久了，总该让大家认识一下啊，你说呢？奶奶，我本来也有这个意思，我还怕您不同意呢。我的大孙子，你是懂事了。奶奶，您放心吧，我不会让您失望的。我陪您去那儿坐会儿。哎，走。好。哦，回来了。啊，回来了。干嘛拿包挡着脸啊？没事。别走，把包拿了。不要，顾西城，你给我让开！哼，来，给。你，李逵，张飞，蜡笔小新。贺锦熙，你是猴子派来的逗逼吗？顾西城，我不就是换了个造型吗？好笑吗？不好笑。你能不能严肃点？能。没关系。没见识。是。贺大侠教训的是。喂，等一下，你说是你啊？你好久没跟我联系了。苏小姐，南宫琉璃现在已经不怎么出现在公司了。不过我听说总裁夫人应该会出现在我们公司20周年的年庆上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？我当然有兴趣了，你帮我继续打听。